運動人生，主持何海濤教練、郭百寧。我哋今日朝頭早咧請嚟一位醫生喎。係啊，冇錯啊。咁呢位醫生咧，其實平時咧就會照顧好多病人嘅。咁除此之外咧，佢亦都係一位嘅好熱愛踢波嘅運動員嚟嘅喎。咁同埋平時我哋做運動咧，有時都會唔小心整親啊，可能扭親個 ankle 啊，整親個膝頭哥，特別跑步添。咁有時落車咧，真係唔小心咧用錯到力咧，整親自己嘅。咁就會咧揾醫生咧醫我哋啊，希望可以咧快啲好翻嘅。咁今日請嚟呢位醫生咧，好多時候咧都會隨隊咧跟住港隊咧去一啲嘅世界各地嘅比賽咧去照顧一啲嘅運動員㗎噃。咁呢位醫生咧就嚟自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運動醫學科主任骨科專科，佢多次咧隨隊帶領香港嘅運動員啦去海外嘅比賽啊，去照顧佢哋嘅。咁呢位醫生咧喺2009年啦亦都係香港10大傑出青年嘅，佢就係容醫生容樹恒㗎。Hello， 容醫生你好。大家好。容醫生啊，咁我知道咧細個咧係好中意踢波嘅已經係嘛？咁可以講下其實你細個點解無端端會中意踢波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喺即係70、80年代啦，咁大家就冇咁多嗜好噶嘛，即係冇得上網啊，冇得打機啊咁樣。咁最受歡迎嘅運動咧就係攞住個西瓜波喺屋企走廊外面踢又得，喺屋企踢又得。咁屋企踢有時俾媽媽鬧啊打啊咁樣都有嘅。咁但係嗰時咧，其實最受歡迎嘅運動咧都係足球嚟嘅，最平亦都可以最團結到好多人一齊玩啦。咁即係直頭喺門口嗰度就已經可以踢波咯，係嘛？係啊，咁跟住即係慢慢，即係其實每一個即係青年或者小朋友都係噶啦。當你嗰樣嘢咧就叫做有少少成就嘅時候咧，你自然會花多少少心機落去踢啦、做啦。咁其實踢波亦都係咁嗰時，即係成班人踢下嗰時咧，我又即係花多少少時間嘅時候踢得較為好少少啊。所以上到中學啊嘅時候咧，就慢慢就即係由即係朋友玩下啦，踢下校隊啊，跟住踢一啲球會嘅青年軍啊、預備組啊等等咁嘅情況咯。咁之後咧有冇繼續踢落去咧？咁其實咧就一路都有踢落去嘅，咁踢到大約咧係中6度嘅時間啦。咁嗰時候你都仲有中7㗎，咁但係因為咧有即係讀書啊、功課咧都越嚟越繁忙啦。咁所以咧就但係中6嘅時候開始咧就冇再踢嗰啲預備組啦咁樣。咁咧就跟住後尾就入咗大學啦。咁入咗大學嘅時候咧就又踢翻喎。咁不過咧就嗰時係踢校隊啦，同埋嘅大專嘅啲代表隊啦咁樣。咁譬如冇踢嘅時候，會唔會覺得有少少可惜咧？其實咧就正如我所講啦，即係我都有踢嘅，不過咧亦都因為喺大學嘅時候一路繼續踢足球啦，因為嘅一次意外咧，亦都可以咁講改變咗我一生嘅咁樣。咁呢次係咩咧？因為嗰時我記得我係代表香港大專嘅一個體育嘅足球隊啦，咁對住廣州體育學院，咁喺一場足球比賽裏面咧，咁我就自己即係同人哋撞嘅時候咧，唔小心就整親自己，就斷咗個膝頭哥嘅前十字韌帶。咁自此之後咧就又唔忿氣喎，成日踢啦，就成日傷啦，咁越傷越多啦，咁卒之咧傷得多嘅時候，成日入醫院啦，咁入醫院得多咧，變咗慢慢對骨科，特別對運動醫學咧就發生咗濃厚興趣，咁踏上咗呢一行嘅不歸路啦咁講。即係所以就係因為經常受傷咁所以就喺大學嘅時候就選擇咗咧讀骨科呢一科啦。係啊，所以即係啲人都成日講啊，即係久病成醫啦，咁即係喺我身上面應用咧就貼切不得過噶啦。係啊，即係唔多唔少，你而家係骨科醫生，其實都係因為嗰陣時自己成日都踢波整親係嘛，所以就諗喺嗰方面其實係咪可以知多啲知識嚟幫助自己係嘛？都係嘅，因為即係以往即係自己做運動嘅時候啦，都即係做得OK 啦，都叫有少少成績啊，踢得又開心又好玩，亦都踢得幾好。咁但係咧就後尾到一個情況咧，就你唔可以好似以往咁樣再即係踢得咁多或者咧咁嘅水平嘅時候咧，你自然而然開頭咧梗係有啲唔開心。但係調翻轉咧，因為我因為職業嘅關係啦，咁換過另一個角色咧，咁其實咧我都當自己一路當自己到而家咧都係即係運動團隊嘅一份子嚟嘅。即係你雖然咧唔可以咧親身上戰場咧就去跑啊踢啊咁樣，但係調翻轉咧，你喺背後咧去支援一班即係年青熱愛運動嘅即係年青人啊，或者熱愛運動嘅人士咧，咁其實嗰個滿足感咧，有時可能比你哋親身上場咧就仲大嘅。係咁平時咧，你睇一啲嘅運動員啦，即係照顧佢哋嘅時候啦，咁有時見到佢哋可能傷得咧非常之重，咁未必可能即刻咧可以去翻比賽啊，或者做鍛鍊啊咁樣。咁但係佢哋個心入邊咧，梗係好想快啲去繼續訓練翻噶嘛。咁你有啲咩説話去勉勵佢哋咧？因為佢哋有時可能真係唔會聽你講噶嘛，都會繼續咧繼續去訓練嘅。咁但係又會咧，因為未醫得好，然後去繼續訓練嘅時候咧，一定會好容易
再傷翻噶嘛。咁你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你點樣去開解佢哋咧？其實咧簡單嚟講啦，氹氹嚇下佢哋咁樣啦，咩都出齊噶啦。咩意思？譬如氹氹嚇下佢哋咧。首先咧就我哋做運動醫學嘅，同一般嘅醫生可能有少少唔同咧。我哋好少同病人講咧，就話你以後唔可以再踢波啦，唔好再運動啦，唔好再踢波啦，以後唔好再啲咁危險嘅運動啦。即係我哋好少講呢一樣嘢，因為第一自己都中意運動，第二亦都絕對明白咧，即係一個運動員受咗傷咧，佢幾想好切咧，想提早翻去運動。咁所以第一咧，你要俾個希望佢先嘅，即係喺合理情況之下應該俾個好嘅希望佢。但係調翻轉咧，好多運動員特別年青運動員咧，我哋有時都會覺得咧，佢哋個心好紅嘅，即係個個都話自己威過以前咧，幾叻啊！年青嘅代表隊點，個個都覺得喺眼中咧，自己係一個即係好犀利嘅一個即係跑手或者運動員。但係其實咧，喺我哋眼中咧，即係我哋可能見好多啦。我覺得啦，每一個運動員咧，其實咧都要有一刻咧，要停落嚟唞一唞咧，養好自己傷勢先。咁呢個就要恐嚇啦，即係話咧，話俾你聽嗱，如果你咁樣咧，以後咧就雖然本來玩得翻嘅，但係如果你唔聽我哋講咧，可能有啲嘢咧再嚴重咗落去咧，以後咧就再唔玩翻呢啲運動。咁所以咧，即係又要俾希望佢，但係又唔可以咧俾佢放肆。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咧，我哋都係抱住咁嘅心態啦。咁啊，到最後其實大部分嘅運動員都會聽我哋講嘅。最重要就係佢覺得呢個醫生係明白佢哋啦，你理解佢哋係做運動員嘅心態嘅時候咧，佢就會相信你咯。咁其實我想問下，通常啲運動員係點會接觸到容醫生嚟嘅咧？係你跟體育學院有關係啊，定係點樣樣㗎？咁我其實自己本身個服務層面就都好廣嘅。咁首先我本身就係因為係即係威爾斯親王醫院骨科即係運動創傷科嘅顧問醫生啦。咁變咗我會接觸好多普羅大眾，即係只要譬如你本身係有其他醫生轉介過嚟去我哋嘅專科門診咧，你都有機會即係會見到我哋或者我嘅團隊啦。呢個第一啦。咁但係第二咧，本身因為我亦都係中文大學嘅即係嗰啲榮譽教授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用以中文大學嘅身份咧，就同好多唔同嘅體育團隊啦，或者職業球隊啦，合作啦。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接觸到好多較為高水平嘅一啲運動員，即係唔同嘅項目都有。咁而第三咧就係因為我本身亦都係喺香港體育學院做咗義務顧問醫生10多年啦，咁所以咧咁多年嚟咧都即係不斷幫緊好多一啲我哋叫做香港隊嘅運動員啦。咁所以我個層面即係由好專業、好高水平運動員到普羅大眾，即係參與體育運動而需要我哋幫助嘅市民都有咯。咁你平時咧一年裏邊咧會有幾多次咧隨隊咧出去嘅咧？咁其實咧就以往咧我就好密㗎出得，即係一年咧可能啲基本上啲長假期嗰啲都冇晒㗎啦，冇晒意思即係俾晒佢哋㗎啦咁就。即係你去跟住隊去出去照顧啲運動員，係攞自己假嘅。係咁，因為第一咧，我本身都係一個公職人員啦，都係即係政府嘅工作人員啦。咁啊就即係暫時香港政府就未咧有咁嘅優惠咧，俾我哋呢啲做義工嘅人咧就去到俾假期咯。所以都全部都係即係所有香港嘅隊醫，包括醫生、物理治療師或者其他醫護人員啦。如果係去服務呢個即係香港隊嘅咧，其實都要用自己假嘅。咁基本上即係話你嘅假期就服務咗落去香港隊嗰度㗎咯喎。係㗎，可以咁講，好多情況之下都係用咗喺呢啲出外嘅服務咯，係啊。咁你點樣安排啊？咁譬如有時你屋企人啦，你要照顧啦，你放假梗係想陪屋企人㗎嘛。咁但係有時好多時候你去咗外地去照顧一啲嘅運動員，咁點樣去平衡？所以你就要你嘅團隊啦。即係所以而家咧就唔係我孤身作戰㗎。咁其實我即係中文大學轄下我哋嘅團隊，無論醫生啦、物理治療師，而家團隊都非常之壯大㗎啦。咁基本上即係唔係淨係包含出外嘅運動隊伍啦，喺香港好多嘅職業或者半職業嘅球隊啊，或者香港搞啲比賽咧，其實都好多係我哋嘅醫生、物理治療師或者我哋嘅學生咧去到做呢啲工作咯。咁所以咧即係一個人力量做唔晒嘅，咁但係慢慢咧就而家我哋喺香港其實都有好多有心嘅醫護人員咧肯做呢啲工作。咁即係話平時去一場嘅大型嘅比賽啦，譬如我當係奧運會啊咁樣啦，咁啲香港嘅運動員代表香港，咁你唔係成程就喺外地嗰度參加呢啲嘅大型運動會嘅？因為呢啲大型嘅運動會比賽，譬如即係亞運、奧運啊、全運會、成運會呢啲咧，咁動輒咧都講緊係3個星期或者甚至乎4個星期嘅時間有時。咁所以咧就冇晒㗎啦。如果真係3個星期，係啊，咁就俾晒。咁所以咧，其實有時咧，我哋都未必即係可以去足全程嘅。咁啊，譬如醫生啦咁講啦，咁有時咧就接班啦，即係可能一個咧就去個零2個星期啊咁樣啦。咁但係亦都有啲譬如物理治療師啊，亦都係嘅。咁當然有個別咧少數咧本身係因為佢工作性質咧就已經係香港體育學院嘅僱員啦，咁變咗咧佢哋就可以即係逗留得耐啲啊咁樣，即係全程啊咁樣。因為佢哋就係翻工啊嗰陣時，可以咁講啦，係啦，咁就唔同咯，係。
咁你個醫學團隊去到例如全運會咁樣，其實嗰個角色其實係去到係做啲乜嘢㗎？呢個都係好常大家問嘅一個問題。不過大家記住咧，其實我哋做嘅工作咧就唔係去到先做，其實比賽之前出發之前咧，已經嗰個準備工作都好多。即係第一，我哋要了解當地嘅醫療設備啦，佢有咩配套啦。我哋去嘅時候，譬如香港隊好得意㗎，你翻國內比賽咧，佢就始終仲有少少當香港有少少優越感嘅時候咧，就唔會編排港澳嘅團隊咧就住呢個運動員村嘅，有時就會住一啲叫做譬如賓館啊、酒店，咁啊好似好舒服咁嘛。咁但係其實咧對於醫護人員嚟講就唔係咁好嘅，因為要來回行咧。係啊，同埋我哋冇嗰個運動員村個醫療室啊嗰啲設備有時，咁所以咧我哋都有一個困難，所以我哋一定要了解咗我哋住邊先。咁如果就算有冇都好啦，我都要了解。如果有急性問題嘅時候，我哋係有啲咩嘅可靠醫院可以幫助咧？咁所以有時咧我都要揾一揾即係當地一啲相熟嘅醫生嘅朋友啊，佢做即係探定路，甚至乎咧打好關係，話喂我會帶隊上嚟，如果有問題就揾你哋幫手得唔得啊？呢啲都要做啊，咁樣亦都好多次都用得着嘅呢啲咁嘅途徑。咁去到當然咧就要好多醫護人員或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咧個時間工作都長嘅。譬如有時候啲物理治療師咧朝頭早6點鐘已經起身嘅，起身做乜嘢咧？就係幫啲運動員譬如紮腳啊、包紮啊、做熱身啊呢啲咧都要做啦。咁跟住咧就會隨唔同嘅隊伍出去比賽，大家分組啦。譬如有啲醫生係跟足球，有啲咧就跟物理治療師係跟籃球，有啲跟排球咁等等啦。咁到夜晚翻晒嚟啦，大家食晒飯啦，啲運動員就休息咁。但係其實嗰時醫生或者治療師係最忙啦，醫生不斷咁睇症啦，我通常都編咗間咧，咁啲運動員咧嚟到登記睇症啦。物理治療師係個別咧，每一個運動員咧需要咧做治療啊。咁好多時咧佢哋嘅工作啦都會到成夜晚11點幾12點，即係最後先至休息嘅。要排隊啊嘛，可能要係啊！如果大家即係有出過隊嘅都經驗知道，夜晚最旺咧就係醫療室啊，即係大家排晒隊啊，咁佢哋喺度一路做治療一路傾偈，我哋就好忙咁喺度工作啦。哇！個體能方面可能仲要係犀利過一啲嘅運動員，因為你嘅工作時間係長過佢哋，咁可能佢哋睇完症之後，佢哋可以翻酒店啊，翻個房間度休息。你哋唔係咁啊，仲繼續去睇症㗎嘛？各司其職啦，佢哋有佢嘅辛苦啦，我哋有我哋辛苦啦。精神上嘅辛苦都係辛苦喎，真係。咁我想問咧，平均一個醫生咧，隨隊嘅醫生咧，照顧幾多名嘅運動員嘅咧？咁都好睇咧，嗰次嘅運動團隊佢嘅資源咧，同埋佢要求有幾多醫護人員。即係有時咧，我哋出外咧，譬如一身兼數職嘅。嗱，最理想咧，嗰啲大型運動會啊，譬如話全運會、亞運會啊、奧運會呢啲咧，就可能有醫生啦、物理治療師啦、有啲按摩師、恢復師啦，甚至乎有營養師啦、心理醫生啦，即係呢啲都有嘅。咁呢個團隊即係各司其職啦，去服務運動員。但係有時有啲運動比賽咧，可能咧就冇嘅。你一身兼一個醫生啊，乜都做晒一腳踢，或者一個物理治療師咧一腳踢嘅，咁所以咧即係冇一個絕對嘅比例嘅，咁因為當中亦都涉及好多，即係佢嗰個主辦單位俾幾多配額你，甚至乎咧香港本身嗰個資源有幾多咯。舉個例子，有時有啲學界體育嘅比賽啦，咁我都試過，譬如跟個隊伍去全中運，我哋叫全國中學運動會，咁啊，我哋有一個醫生、3個物理治療師對100幾200個學生中學生嚇，咁所以咧即係有時都好吃力咁樣，咁即係所以都睇個個一個唔同嘅資源。咁我問一條比較敏感少少嘅問題啦。咁譬如一個嘅運動會或者一場嘅運動比賽，如果冇隊醫，係咪對嗰個運動員影響好大嘅咧？喺最理想環境之下咧，其實應該要有一個隊醫，無論係一個運動員去參加比賽，定係100個運動員都好啦。即係我哋其實就係都要兼顧要處理佢嘅問題，因為你永遠都唔知道幾時需要有咁嘅需要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就運動隊醫絕對有佢嘅重要性嘅。正如我頭先所講啦，佢負責嘅嘢咧，唔係淨係單係坐喺度嗰度咧去到治療嘅，佢之前嗰啲準備啦，甚至乎運動團隊裏面需要有時應付一啲其他嘅工作，譬如話藥檢啦，咁有好多時藥檢咧，即係對一個醫護人員嘅知識，甚至乎有啲運動嘅比賽係一定要醫生先可以做呢個藥檢嘅工作嘅。咁所以咧，如果話揾其他人去兼顧嘅時候咧，唔可以話唔得，咁但係咧，可能咧嗰個效果就會差強人意咯。冇咁理想。係啦。好啊，咁啊，暫時咧同阿容醫生咧傾住咁多先，我哋先休息一陣間咧再繼續同阿容醫生傾偈嘅。一日之計在於晨，一齊做運動，展開新一天。
運動人生，主持何海濤教練、郭柏寧。喺節目裏面呢，繼續有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運動醫學科主任、骨科專科嘅容醫生㗎。咁啊，容醫生呢，喺2009年嘅時候呢，係香港10大傑出青年啦。咁亦都呢，多次以隊醫嘅身份呢，帶領運動員呢，隨隊呢往海外嗰度比賽，照顧一啲嘅運動員嘅。容醫生你好，大家好。容醫生，我想問下啦，我自己係一個跑手嚟嘅，咁就你都睇好多嘅跑步嘅運動員係嘛？咁佢通常嚟睇你，其實通常係咩傷㗎？其實咧，跑步嘅創傷咧，同其他運動創傷有幾大分別嘅。點樣大分別法咧？就係嗰個性質有啲唔同嘅。嗱，我哋大家即係如果以運動創傷嚟計咧，好多時咧第一樣講咧，就譬如你足球啊、籃球啊、欖球啊、排球、手球呢啲咧，好多時啲創傷性咧都係啲急性嘅創傷，即係譬如咬斷韌帶啊、拗柴啊、拉傷肌肉啊咁樣。但係跑步咧，相對嚟講就少一啲急性嘅創傷，而大部分多啲嘅咧就係啲慢性嘅勞損創傷啊。呢個第一樣嘢啦。咁而咧佢哋當中咧就以下肢，即係咧我哋腰對落，譬如話膝頭哥啦，或者腳踭嘅受傷就最多。咁但係亦都譬如話小腿啊、腳掌啊、大腿嘅受傷咧，亦都唔少嘅。咁譬如啦，即係亦無分你個跑步嘅年資或者嗰個成績咧好與壞咧，其實你都可以受傷嘅喎，咁樣。咁譬如有啲人話我跑得多先傷嘅啫，唔係嘅，如果你一跑就傷㗎啦。咁當中其實有好多原因嘅。咁而最常見啦，我講話由一啲初跑嘅人士又好，或者其他啲跑得多，最常見咧，其實就係膝頭哥前面痛、前側痛。咁我哋俗稱咧跑者膝 （runner's knee） 嚇。咁其實咩原因咧？就係我哋咧好多時咧跑步嘅時候咧，發覺而家菠蘿蓋喺度痛啦，甚至乎啲有時噼里咔啦啦，甚至乎有時嚴重啲係腫啦，痛得好緊要，上落嚟都上唔到啦咁樣。咁其實個原因咧就菠蘿蓋底嗰啲軟骨受傷。咁點解會咁樣咧？有啲話你跑得多就咁樣啦，咁又唔係一定跑得多咁嘅，即係好似在座你兩位咁，你中意跑步嘅，咁你跑好多可能未必有咁嘅情況。咁其實最重要咧就係有好多人咧，佢本身天生咧係有一啲因素咧，令到佢比其他人咧係容易咧受呢啲軟骨嘅受傷嘅。可能有一啲嘅跑手可能係天生係八字腳嘅，都容易受傷啦。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其中你話八字腳 X 型腳係其中一種我哋嘅危險因素啦。扁平足啊，你肌肉力量唔夠平均啊，或者啲肌腱太過硬啊，即係缺乏柔韌度啊。等等等等，甚至乎即係你着對鞋唔妥啊咁樣，有時咧都可以令到咁樣。咁所以咧，好多時我哋出現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就唔好話我係跑得多唞下就算，咁跟住咧就遲啲再跑。其實應該逢親出現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應該揾出個原因。你揾出個原因咧，自然咧可以對症下藥咧，嘗試去改變佢咯。咁喺跑步嚟講咧，大部分咧都係慢性嘅勞損，咁啊同一啲嘅可能衝撞性嘅運動咧有少少唔同，佢哋嗰啲係比較可能係有啲撞擊性係比較嚴重啲嘅。咁譬如喺跑步嚟講咧，會唔會話呢啲嘅慢性勞損咧係會比較容易醫啲嘅咧？即係我嘅意思係，會唔會話好似有一啲嘅撞擊性運動會係好有手尾啊？咁而呢啲嘅慢性勞損係只要你對症下藥嘅話，long run 嚟講就會醫得好嘅咧。可以咁講，但係不幸地咧，正如所講啦，即係你撞到啪一聲斷咗腫晒，你一定會睇醫生嘅。係調翻轉咧，我哋跑步嘅時候慢性咧陰痛啊、少少腫啊，諗住唞下、敷下冰冇嘢嘅時候咧，好多時咧有啲人咧就唔會去睇醫生，或者唔會揾適當醫護人員啦去處理佢咯，係嘛？咁所以咧，即係可能你10個裏面咧有7-8個咧都好彩啊，冇嘢唞下算啊咁樣。咁但係咧有1-2個咧，即係唔理佢仲繼續跑得好勁嘅時候咧，咁其實呢啲咧由小問題咧變做大問題，而咧甚至乎影響到你咧，以後咧都唔可以跑得耐、跑得長添。咁即係基本上，如果真係身體上有一啲警號、有一啲嘅痛楚，基本上其實應該都要去揾醫生睇一睇究竟咩事啦。正如我所講咧，好多時有啲嘢咧，譬如你好輕微咁痛，跟住一短時間冇咗，咁呢啲可能都即係亦都可以我或者唞一段時間，或者做啲基本嘅簡單嘅即係急性嘅處理，譬如冰敷啊、紮住佢休息一輪啊咁都得。咁但係如果你話出現好腫嘅情況，或者個痛咧好持續，甚至乎越嚟越嚴重嘅咁樣，咁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危險嘅警號咯。咁一定要揾出個原因，因為出現呢啲嘢咧就一定係有事嘅。咁就要揾出原因咧，對症下藥咧就可以即係處理得好咧，就唔需要咧承受一啲慢性嘅勞損。係，不過有時我就發現好多跑手咧，因為佢淨係知道腳痛下邊度痛咁樣，但佢又唔好識翻其實佢點解會咁樣樣。你會唔會睇到啲病人其實有時佢都唔識點去分嘅嚇？咁就咁其實係咪一
一有啲嘢就嚟揾醫生咧，還是係要去到乜嘢程度先嚟揾你咁咧？我諗即係香港其實而家都開始慢慢進步緊嘅，就係個普及教育啦。即係而家多咗人跑步啊，大家好明顯近呢10年8年或者近呢5、6年啦，因為即係馬拉松啊其他嘢多咗人跑長跑。亦都其實個必經階段，等於外國咁10幾20年前咧，即係不嬲都多人跑步。多人跑步嘅時候咧，開始發現問題嘅時候咧，每一個人咧開始會揾多啲知識。咁特別而家互聯網咁發達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其實開始嚟睇醫生嘅時候咧，可能佢已經 search 過喺網上都揾過，咦我又似呢個呢樣。咁其實佢都知多咗少少，但係咧而家香港仲係未到一個較為普及性同埋知得好清楚嘅情況。咁變咗咧好多時咧，大家咧都係知少少，就未必知得清楚晒。咁變咗咧就有好多時咧就耽誤咗個病情。舉個例子，譬如膝頭哥痛咁樣，咁好多時膝頭哥痛，我聽過啦，ITB 嗰個髂胫束綜合症咁樣，或者係跑步室啊、跑者室咁。其實呢個咧只係兩個較為常見啲嘅情況，唔係任何膝頭哥痛咧都係咁樣。就算呢兩個都好啦，其實個處理方法都非常之唔同呢兩個。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都要即係普及教育啦。好多時即係譬如聽你哋嘅節目啊，或者聽其他一啲健康嘅節目啊，或者睇一啲多雜誌書籍關於跑步啊、健康嗰啲啦。咁其實都會有幫助，我相信。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大家即係自己未係好清楚嘅時候咧，最好咧都係有頭先我講啲危險嘅信號嘅時候咧，就應該揾翻適當醫護人員去處理咯。咁針對跑手嚟講啦，有啲乜嘢嘅症係最難、最棘手嘅咧？有嘅，其實咧，以跑手嚟講咧，我諗大家可能聽過啦，即係有幾個咧，我哋都覺得係難處理嘅。而呢啲情況咧，相對嚟講喺啲專業或者係高強度訓練嘅跑手較為常見啲嘅。其中一個咧就叫做應力性骨折，即係或者壓力性骨折，英文叫 stress fracture。另一個咧就係個莫塞綜合症，即係我哋叫 compartment syndrome。呢兩個咧都係一啲較為有經驗或者高強度嘅跑手咧，較為會容易出現啲。咁所以喺我嘅即係個病人裏面咧，大部分咧都係啲長跑嘅好手啦，或者係啲3鐵嘅運動員啦，咁都有啲情況。咁呢啲咧個問題就係，譬如啲應力性骨折咧，就係話你跑得多嘅時候，啲骨咧頂唔順啊，你叫做咁咧就咧開始出現啲細微嘅骨折。但開頭你唔係好覺㗎，咁以為係啲筋膜炎啊，好輕微啲軟組織發炎啊，咁啊拖拖拉拉又食下止痛消炎啊，或者開頭睇醫護人員嘅時候又未必發覺得到，如是者拖拖拉咗2-3個月咧，先發覺哇越嚟越嚴重。咁呢個咧基本上每年我哋都會有幾個呢啲嘅個案，無論你係業餘定係專業運動員咧，都有機會受呢個即係病嘅影響咯。呢個照 X 光睇咪到㗎？喺早期 X 光係完全冇徵象嘅，咁所以咧，即係你一定要有如果譬如假設你去睇呢個醫生如果佢本身冇經驗係呢方面處理運動創傷嘅咧，佢可能即係會同你拍咗 X 光之後就話，咦冇問題喎，咁你繼續跑啦，都係休息下、敷下冰嘅啫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咧，如果真係咁唔好彩有一啲症狀令到你懷疑係一啲應力性骨折嘅話咧，咁其實喺早期咧，除咗即係揾一個有經驗嘅醫生去睇，去揾出可能話到俾你聽已經係之外咧，另外一個較為客觀啲嘅標準咧，就做一個磁力共振啦。但係有啲咧好濕圖，即係好隱蔽性嘅個案咧，甚至乎一般嘅磁力共振咧都未必睇得到嘅。咁我哋又會做一啲叫做 stress MRI， 即係刺激性嘅磁力共振。咩意思咧？就要叫個運動員咧去跑到去開始，譬如通常去20分鐘或者25分鐘、30分鐘，佢覺得痛嘅時候咧，我即刻咧停，即刻去做嗰個 MRI 磁力共振睇，咁就可能會見到個現象出現啦。咁啊頭先啦會講到一啲嘅朋友、一啲嘅跑友啦，咁佢哋可能會有扁平足啊、八字腳啊咁當佢哋跑步嘅時候咧，佢哋有啲咩地方特別注意，好使到咧佢哋唔會咁容易受傷咧？第一咧，即係都問得好好呢個問題，即係有啲人同我講話，我扁平足，X 型腳咁樣，醫生啊，喂，幫我做啲手術搞翻正佢咧。基本上就冇咁嘅可能嘅，即係你扁平足就扁平足噶啦，咁樣你八字腳，即係都唔值得咧，咁樣去做個大手術啊。但係咧，我哋有時咧有一啲，即係譬如我以扁平足為例咧，我哋都有啲我哋細微嘅 tips 可以幫到佢少少嘅。咁譬如咧，第一就係因為你扁平足嘅時候咧，有時咧你會令到你嗰個腳弓咧就我叫塌咗落去啦。咁亦都因為咁樣牽起連帶關係咧，會令到你腳踭向外傾側啦，同埋個膝頭哥會拍埋一齊。咁呢啲其實咧等等咧，當你跑步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咧你腳踭同膝頭哥承受咁好不均勻嘅壓力咧，引致好多唔同嘅勞損出現。但係如果你只要係加翻個鞋墊，適當嘅鞋墊承托翻個腳弓嘅時候咧，咁其實咧你將呢啲咁嘅我哋叫做軸心不平均嘅問題咧，就可以即刻改變過嚟啦。咁當你做咗之後咧，會發覺咧你啲問題咧，即係可以慢慢咁樣會少咗好多。咁當然啦，唯一一個即係我哋會常見到就係
有時啲病人一開頭用嘅時候真係唔好慣嘅，哇！我加咗鞋墊好麻煩喎咁樣。咁但係通常我哋都話你試啦，試2個星期，睇下個感覺點樣。大部分嘅病人一用之後都經過一段短時間裏面咧，會覺得係 OK 喎，真係發覺咧有啲嘢係改變咗。咁呢個係最簡單嘅治療方法咯。咁當然好多時咧有啲事連帶啲急性嘅問題出現，譬如因為你扁平足，引致啲足底筋膜炎啊、阿基里氏肌腱炎呢兩個都係一啲常見跑步問題咧。咁當時咧就應該加以一啲譬如物理治療啊或者藥物嘅治療咧，令到啲炎症快啲去消除。咁有時我哋跑步除咗跑平路之外，有時跑山噶嘛。有時跑山咧有啲嚴重啲，可能會整斷啲筋腱咁樣嘅。咁如果我哋整斷啲筋腱，其實通常點樣處理㗎？如果真係咁不幸地啦，整斷咗啲筋腱，其實我哋即係筋腱，我哋講緊學名都係啲肌腱啦，即係肌肉嘅末端嘅時候，或者肌肉拉傷嘅時候咧，咁就第一要睇嚴重性啦。即係我哋通常咧會分3個嚴重性：初階、中階同埋最嚴重嘅咁樣情況。咁如果即係咁唔好彩嚴重到係淨斷開咗嘅話咧，其實大部分咧，如果你係由喺個指點，即係個肌腱駁落骨嗰度斷開咗，都要做手術去駁翻去㗎咁樣。咁只有一啲部分，即係純粹中間肌肉拉傷，你即係成組肌肉嘅一小部分拉傷或者拉開咗嘅時候咧，咁我哋都還可以考慮一種非手術治療嘅方案。咁如果不幸地啦，即係要做手術嘅時候咧，咁嗰個手尾亦都會長啲啦，因為咧你做完之後咧要好好時間去保護佢啦，你要休息啦，唔可以咧太早投入訓練啦。咁變咗咧，你首先咧就最重要嗰個肌腱要生得埋，咁生埋之後咧，可能咧已經經過咗2至3個月嘅時間，咁你咧當時你肌肉都萎縮咗好多啦，你柔韌度都缺乏咗啦，所以如果你想去跑翻步嘅時候咧，就要執翻正呢啲我哋叫基本條件，即係話咧要先攞翻個柔韌度翻嚟，慢慢咧去做翻啲伸展嘅運動咧，令到柔韌度翻嚟先，跟住都要加強翻個肌肉嘅力量嘅訓練，因為呢兩樣嘢咧都係會引致到我哋翻唔翻發再受傷嘅時候咧最重要嘅因素嚟嘅。咁所以如果不幸地真係一個第3重即係最嚴重嘅受傷嘅時候，成個斷咗做手術咧，好多時翻去做運動咧，可能都講緊係4至5月嘅時間啦。明白。相信咧好多位聽眾咧繼續都想聽阿容醫生咧咁講解一啲嘅運動創傷嘅知識啦。咁但係咧今日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次有機會咧繼續請阿容醫生上到嚟，再繼續咧同大家咧分享一啲嘅運動創傷嘅知識咧俾大家認識嘅。咁今日多謝晒容醫生咧，咁希望下一次咧再邀請你上嚟嘅。多謝晒你。好，拜拜。好，拜拜。